聖經以斯帖記4章14節，此時你若閉口不言，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。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？當日猶大人佢哋俾呢個哈曼所誣告，面對呢個嘅滅族之災，所以末底改叫呢個嘅皇后以斯帖去見呢個嘅王，對佢哋講嚟到去哀求呢件事。以斯帖好似有啲嘅猶豫，所以就末底改提醒皇后以斯帖，你得到現今呢個機會，豈不是要為咗嚟到去拯救以色列人？求主幫助我哋，你有機會做傳福音、做幫助人嘅時候，你唔做，神可以興起另外啲人做。喺教會裏邊，你要侍奉，你唔做，神可以興起另外啲人做。但係我記得，你得到現今呢個機會，你得到呢個機會可以侍奉神係寶貴嘅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